盤帶動村屋炒風，西貢馬搖頭村2年勁升49%。村屋市場向來是相對平穩嘅用家市場，一直甚少投資者垂青。以往位置較對偏遠嘅西貢西沙路村屋，自然過去較少短期轉售獲利成交。不過，隨住西沙新地標 Go Park 及超級新盤 Sierra Sia， 區內交通配套以至購物變得便利，帶動區內村屋市場成交回升。其中更有投資者早住先機，於2年前以低價購入西沙路雅搖頭村嘅村屋，新近成功轉售，售價升值遠遠跑贏大市。全港共有2個雅搖頭村，位處西貢西沙路14鄉的雅搖頭村，是區內規模較細嘅臨海小村莊，當中只有幾十間村屋，過去甚少成交。不過因應雅搖頭鄰近區內超級新盤 Sierra Sia， 距離高柏只係4分鐘車程，步行路程亦只係15分鐘，成為正宗大旺嘅臨海小村。最新成交為西沙路雅搖頭村嘅雙數號村屋。物業建築面積2100平方尺，另加天台面積達700平方尺，3房2廳，3套房間隔，望山海雙景，環境清幽。新近以1640萬元成交，建築面積尺價7810元，業主原先開價達1700萬元，最終只係減價60萬元便獲承接，減幅僅3.5%。原業主於2024年7月購入上址。當時 Sierra Sia 1A 期尚未推售，因此購入價僅1100萬元。業主持貨短短2年間，業主帳面淨賺540萬元，期間急速升值49%。